继续来到立法院，为着要来阻挡着国民党团强行通过选罢法，民进党团透早5点，就伫个议场的门口聚集排队送案。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讲，因会尽一切力量来防止选罢法冲关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为着要防止朝野过来起相拍，嘛伫议案讨论进程，先调集着各党团的干部来协商。4、3、2、1，大家人算到1就随入面要占第1，就惊宴会搁再互拿赢突袭。民进党团排队集合做伙，拆下出击。要阻挡国民党搁再突袭选罢法，民进党的立委排队一个登记发言，要利用文工甲国民党挡落来。辛苦立委王义川搁坐起哩院长的宝座，一直到。夜乖仔豆豆行入来，就随后众人欢迎，嘛替绿营添几分地气。希望能够阻却选罢法的审议。韩院长已经会邀集各党党团，针对今天的议程先行党团朝野协商。民进党也是想太多了哈，也没有什么突袭不突袭的问题。毕竟无人想要受伤，加上正经传出韩国瑜私底下怨叹鲍坤仪拢要强杀法案，即个敢若早就沟通好势，敢若当文工，袂当当武。不过国民党立委同款是讲好好，拢穿白色外套。然后这一件我有特别挑过，它是硬扯也不会扯破的。但由丁秀出战伊，齐卡心国家己准备无线电，袂输咧算间谍游戏，伫咧议场内拿力继续过招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